今集係西九龍交通總站巡嘅第17集，介紹港鐵旺角東站。旺角東站前稱旺角車站，俗稱旺角火車站，係港鐵東鐵線，以前叫做九廣東鐵嘅一個車站。佢位於旺角洗衣街、太子道、亞皆老街之間，加多利沙嘅西邊。至於聯運街就係配合呢個站而起嘅路。車站行政上屬於油尖旺區，但因為車站同佢所在嘅東鐵線被劃為油尖旺區同九龍城區嘅分界線，所以佢嘅東邊就屬於九龍城區。旺角東站最初叫油麻地站，喺1910年10月1號隨九廣鐵路英段落成啟用。當然呢個油麻地站同而家彌敦道窩打老道交界嘅港鐵油麻地站唔同啦。當時九廣鐵路係單軌，但所有車站都係雙軌設計，並且設有2個側式月台，方便列車通過。1969年2月12號，油麻地車站改名做旺角車站。到1980年代初，配合九廣鐵路電氣化，旺角車站喺原址進行重建，增加側線同貨場，成為而家嘅樣貌。1997年，九鐵公司同新鴻基地產將車站貨場原址重建成新世紀廣場，同埋將車站大堂同月台翻新同擴建。2007年12月2號，兩鐵合併，為咗唔同彌敦道嘅荃灣線、觀塘線嘅旺角站混淆，旺角車站就改咗名做旺角東站。2008年至2009年間，為咗迎接東鐵線營運100週年，港鐵公司再為旺角東站進行翻新工程。雖然旺角東站同旺角站有行人天橋連接，但係佢哋係2個獨立車站，互相之間並冇轉乘關係。旺角東站係一個高客量嘅車站，人流主要嚟自新世紀廣場嘅商場同寫字樓、旺角花墟同埋彌敦道以東嘅樓宇同埋學校。另外，亦有來往新界東乘客選擇用呢個站往返太子、旺角甚至深水埗嘅南部，而唔喺九龍塘站轉乘觀塘線。旺角東站現時有一個倒式月台同埋一個側式月台，倒式月台兩邊分別被編為1、2號月台，其中1號月台係備用月台，部分南行列車以呢個月台為終點，停靠1、2號月台嘅列車都被稱為北行去羅湖或者落馬洲方向。至於3號月台就係一個側式月台，供南行往紅磡列車停站。1號月台對面係前旺角貨場所在，而家已經改為貨倉。出口方面，而家旺角東站有3個出口，分別通往旺角政府合署、洗衣街同埋新世紀廣場。以前仲有一個出口去拔萃男書院，稱為 A 出口，但喺2009年取消，而家已經封閉。呢個站係九龍區歷史最悠久嘅現役鐵路車站，今年佢將會迎接100週年紀念。由於興建時間比較早，加上要遷就東鐵線上邊經過唔同嘅列車，包括直通車同埋貨運列車，月台空間比較細，月台幕門亦都欠縫，而且列車停站嗰陣同月台之間會形成相當大嘅空隙。九鐵公司曾經研究重建旺角車站，車站新位置計劃喺亞皆老街、太平道同埋窩打老道之間，但係兩鐵合併之後，重建計劃就冇咗下文。而家港鐵公司正在研究喺呢個站興建月台伸縮板同埋月台幕門，以減少乘客喺上落車嗰陣發生意外嘅機會。旺角東鐵路站巴士總站喺旺角東站嘅旁邊，起喺聯運街嘅上面，係一個有蓋嘅架空巴士總站。以前叫做旺角火車站巴士總站，喺1985年啟用。2007年配合兩鐵合併，旺角車站改名做旺角東站，呢個總站亦都改名做旺角東鐵路站巴士總站。佢包括巴士總站、小巴總站同的士站等設施。巴士總站有4條單坑同1條雙坑。小巴總站就有3條單坑，另外仲有1條小巴線泊喺路邊嘅。駐站路線包括九巴44號、44P、44S、58X、59X、67X、93K、N293，佢哋全部都係新界市區嘅巴士線，同埋小巴九龍12號、12A、12B、21K、79K， 同埋香港61號。巴士同小巴係由亞皆老街轉入聯運街，左轉至通往總站嘅天橋去駛入總站，離開總站嗰陣就沿天橋左轉至聯運街，再駛出至洗衣街。值得一提嘅係，由前旺角貨場入口至洗衣街口嘅一段路係屬於拔街嘅一部分。首先介紹呢度嘅巴士線44號、44P 同44S，佢哋往返青衣或者由青衣單向開嚟呢度嘅路線。
我哋分別喺荃葵青交通總站巡禮嘅青衣村、青衣碼頭同埋長青嗰3集介紹過佢哋。44號往返青衣村，經旺角至美孚、葵涌道、荃灣路、清泉橋、長安村。佢1975年開辦，係青衣第一條巴士線，當時來往青衣大街至葵之六橋底，經青衣大橋同埋荔景山路。青衣大街大概係而家青衣村對面嘅天主教聖多默宗圖堂，荔枝角橋底就係而家嘅美孚巴士總站。1977年佢唔再經荔景山路，改行葵涌道。1986年青衣總站搬到青衣村，九龍總站就延長到旺角火車站。1989年青衣大橋進行不定期維修，44號改行長安村同埋清泉橋，但當青衣大橋維修完成之後，就再冇行返青衣大橋。1992年佢增設上晝繁忙時間特別班次，由青衣碼頭單向去旺角火車站。1996年青衣碼頭特別班次併入 44P， 同年44號同 44P 一齊增設空調巴士服務。44號同41號、41A 嘅服務範圍相近，但路程較短，車費亦都較平。港鐵東涌線通車之後，青衣搭港鐵去深水埗、旺角仍然需要轉車，所以對44號客量未有太大影響。44號 P 係44號嘅輔助線，佢同44號嘅路線相近，不過總站就喺青衣碼頭，而唔係喺青衣村。佢喺平日上晝繁忙時間由青衣碼頭開去旺角，喺平日下晝繁忙時間由旺角開去青衣碼頭。佢喺1993年開辦，最初只係喺下晝繁忙時間服務，由旺角火車站單向去青衣碼頭。1996年44號嘅上晝繁忙時間特別班次併入44號 P， 而且改經宏福花園。44S 係晨早特別線，由青衣長青村單向去旺角東站，經長康村、涌尾村、青衣村、長安村、美孚至旺角，每日喺上晝5點20分由長青開出一班。佢喺1989年開辦，九龍總站最初喺旺角西洋菜南街，1990年總站搬去旺角火車站。呢條線只係由非空調巴士行走，但因為被界定為特別線，所以車費相當貴，每程要成8個2。就算係收費最貴嘅 41A 空調巴士線，都只係收6個8。有人認為 44S 呢條線根本係多餘，並且建議提早青衣出九龍嘅巴士線嘅頭班車開出時間，以取代44號 S。